我問你，地球人，你仲要繼續喺宇宙漂浮，抑或係？喺呢個地球上，其實有好多外星人存在，但係呢件事唔係有好多人知。有幾位年輕人將會喺呢度相遇，創造出一段傳奇。いるぜ燃え上がるパッション無限のパワーの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そびえる壁の向こうへ手を取り合っていけるなら怖くはないぞ決戦交代が君だけの答えが待つ近海へ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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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ディ Go 今すぐ取り出そうウルトラマン隊が今よりも大きな超えてゆくのさ誰もがファイターウルトラマン隊がきらめく未来へダッシュするのは決戦交代が君だけの答えが待つ近海へ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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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ディ Go 空から落ちてきた宇宙人、その名はオメガ。地球人と心を響き合わせて戦う赤き勇者の物語。大きくなれそうな気がする。ウルトラマンオメガ。接到新嘅委託啊！嗱，係訂金啊！大家鼓掌啦！1000萬英係咩任務嚟㗎？今次係做護衛，保護對象係呢個老闆。宇宙技術研究所，哦，係最近出晒名嗰間公司。聽講佢近排對宇宙開發好有興趣。哦，喺自己生日發射紀念火箭，引起好大迴響嗰個就係呢間公司嘅老闆咧。啲人係咁鬧佢亂製造太空垃圾。係啊，係太空垃圾啊！係啦，太空垃圾係咩嚟㗎？嚇？簡單啲嚟講，就係宇宙嘅垃圾。聽講喺地球周圍漂浮住好多被遺棄嘅垃圾㗎。例如火箭殘骸、報廢咗個人造衛星呢啲嘢啊。所有呢啲嘢都叫做太空垃圾。冇錯。呢個都係宇宙開發帶嚟嘅一個壞影響。原來喺宇宙堆滿晒垃圾啊！感覺唔係一件好事。不過點解佢要請護衛嘅？你哋睇下呢樣嘢。OK 啦。罪人，好好咁反省下你犯過嘅罪行。生日快樂！嚇？呢啲就係你犯嘅罪行，我一定要用我嘅力量好好教訓你。即係話，冇錯，呢個人就係話要傷害老闆嘅人。睇下，呢單係上個月事故嘅報導。宇宙太空站神秘爆炸，太空人夫婦生存無望。吓？呢個人咪係頭先事故嘅原因係因為老闆嘅生日火箭。呢個受害人因為想要報仇，所以先至會有呢個咁嘅預告。咪住先，如果佢哋係同一個人嘅，佢係點樣翻嚟地球㗎？問題就喺呢度。頭先嗰段片有可能係有人用電腦特效整出嚟，
特登用嚟整蠱呢個老闆。不過以防萬一，我哋都係接咗呢個委託先啦。就算知道佢係事故嘅罪魁禍首，都要去保護佢啊！我哋嘅工作同委託人嘅人品冇關係㗎，但係呢啲係我哋工作嚟。出發啦！好啦，快啲啦！嗱，唔該，小心啲啊！拜託你哋啦！而家做緊嘢㗎，冇黑晒口面咁樣啦，熱血蠢材。我先至冇黑面啊！都話冇咯，仲有熱血蠢材係咩意思啊？太空垃圾唔知就話啫，你連熱血蠢材都唔知啊？咁都唔知啊？熱血蠢材啊！咁講又真係幾貼切喎。咁又係，年輕又熱血，真係好令人羨慕啊！哦？有咩事啊？頭先嗰段片，出嚟啦！出嚟啦！出嚟啦！你收到個神秘片段係咪真㗎？好啦好啦，過一陣咧會有官方消息㗎啦。上個月宇宙太空站嘅爆炸事件係咪同老闆你發射嘅火箭有關㗎？唔該你回應一下。無可奉告啊！我真係冇嘢同你哋講啊！係啊，睇下嗰邊，嗰個人。嗰段片唔係偽造出嚟㗎，嗰個人真係9條連人，係發生事故嘅嗰一個太空人啊！唔通嗰個太空就係嗰個太空人？我要喺呢度好好教訓你。有行，撤退啦！走啊！快啲走啦！復仇要開始啦！唔好阻住我啊！我唔會俾你咁樣做嘅。你快啲停手啊！雖然我都覺得佢做嘅嘢冇辦法原諒，但係為咗復仇去傷害人係唔啱㗎。收聲啊！我嘅痛苦你會明咩？失去咗最重要嘅人嗰種滋味，你感受過咩？終於達成願望啦，可以兩個人一齊去宇宙啊！因為你有好努力咁去練習。係，教官。係。喺宇宙望翻落嚟地球，一定會好靚嘅啫。係啊，不過同時都會睇清楚現實。你話太空垃圾啊，令到呢個宇宙受到污染嘅，其實就係我哋人類自己，真係好可悲啊！污染咗嘅話，就整翻乾淨佢咯。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次嘅任務。我會盡我所有嘅努力，阻止啲人製造太空垃圾。連人啊，咁樣諗似乎有啲唔啱啊！哦，只係靠強硬嘅手法係唔會解決到問題㗎。係。南來！我一定要好好教訓呢一個搶走咗南來嘅人。為咗幫助我達成呢一個復仇嘅計劃，我不惜一切。我終於得到咗超越人類嘅力量。連人先生，我可以理解佢，咁係咩意思啊？我好明白佢心裏面嗰一種悲痛，因為我都曾經失去過最重要嘅同伴。又行你唔係一樣，好憎當初搶走細細粒嗰個人嘅咩？冇蝦細細粒啊！冇蝦佢啊！細細粒！但係我 Ultraman Puzzle Swatch, a huge team-up of Ultra Heroes and Kaiju, over 60 featured characters.
Assemble your own personalized team from characters across the Ultra series. A super easy puzzle game. An explosion of special moves and combo attacks. Combine powers to solve puzzles and maintain peace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Ultraman Puzzle Swatch, available now. 我哋要離開呢一度，請你而家上車。唔好指手畫腳吩咐我做嘢啊！我俾咗好多錢㗎，要好好保護我啊！你哋係咩嚟㗎？等你都感受一下一個人漂浮喺冷冰冰宇宙嘅嗰種感覺啦！停手啊！你快啲停手啊！有幸，你做咩啊？前輩，有幸，你哋而家保護嗰個人，即係同佢一樣有罪。你嘅諗法唔啱㗎，只係靠復仇嘅話，係唔會解決到問題㗎。只係靠強硬嘅手法係唔會解決到問題㗎。南內，咁就放棄啦？你對佢嘅愛，只係得呢個程度？你心愛嘅人永遠都要留喺冰冷嘅宇宙度漂浮。揾出你內心嘅陰暗，盡情咁去憎恨一切啦！連人先生，有幸，我不惜一切都要消滅呢一個地方。唔知乜嘢人入侵咗被廢棄嘅人造衛星，控制啲衛星墜落地球。你可唔可以聯繫衛星嘅控制系統？然後改變佢哋進入地球嘅角度，等佢哋喺大氣層之內就可以燃燒晒。好，冇問題。佢竟然變咗做怪獸，係托雷基亞搞出嚟。佢利用咗人類嘅怨念。點會咁樣㗎？我一定要阻止佢啊 ！Come on！光之勇者，大家！Ready go！ 超人大家！你咁樣做會傷害到嗰個人㗎。墜落嘅衛星只係剩翻3個，你一定要處理好喎。放心，交俾我啦。
超人雅古啟動潛藏喺雅古方塊嘅力量，裝上雅古覺醒變身器，爆發想象之光，變身光之使者，解放你嘅想象力，同超人雅古合二為一，為守護和平而戰。南來，你點會喺呢度㗎？你嘅憎恨呼喚咗惡魔出嚟啊！而我強烈嘅慾望喚醒咗賢者，心地善良嘅賢者，幫我實現咗呢個小小嘅願望。你小小嘅願望，就係要阻止你復仇呢件事啊！我哋一齊返去太空啦，就係我哋生命完結嘅嗰一個地方。但係我哋兩個一齊喺太空守護地球，要一直喺埋一齊啊！真係好多謝你啊，賢者。唔使客氣。好耐冇見啦，大家。喂，係泰坦斯，我唔係發緊夢啊嘛？唔係，我哋又可以一齊並肩作戰。雖然我哋喺唔同嘅星球誕生，但係我哋有相同嘅目標。我哋就係三人戰隊，可以同你哋一齊作戰，好開心啊！但係而家呢一個唔係最夠嘅時間啊！你講得啱啊！我將賢者超人泰坦斯嘅力量賜俾你。我知啦 ，Come on！ 力之賢者泰坦斯。快啲 ，Go！ 超人泰坦斯，憎恨嘅力量仍然仲喺度，用賢者之拳粉碎一切。
我知啦。Come on！ 傑德守雲啟動連結。重擊往後。又係一隻指環，裏面蘊含住超人嘅力量，真係不可思議。又出現咗一個光之巨人，而家發生咩事我都唔會嚇親啊！習慣真係得人驚。係啦，有一個衛星連接唔到，要墜落啦！唔係嘛？遊戲嘅時間仲未完結嘅。托雷基亞，嗰一日嘅痛苦，你仲記唔記得啊？我而家唔得閒理你，真係無情。我都話而家唔得閒咯。你一拳好啊！我而家得閒啊，你係咪仲要嚟翻場啊？梗係要啦！你用賢者之拳。唔係話要粉碎一切嘅咩？我就接受你呢一種挑釁。咁樣做你覺得點啊？將遇難事故太空人紀念碑放喺火箭上面。我而家咁做，同嗰個熱血蠢材冇分別。喐手收拾佢啦！等陣先啊！呢啲係地球人製造出嚟嘅垃圾，所以要收拾嘅係地球人佢哋自己。咁樣真係好咩？冇錯，就咁做啦。報酬收到啦，我哋去食壽司啦！嚟拍手。只不過係回轉壽司啫喎。好。我減緊肥，唔去啦。用嗰個人啲錢食飯，我先食唔落啊！錢就係錢，我而家淨係知道我唔食嘢嘅話會肚餓，知冇？出發！哦，呢個女人真係好犀利喎。雖然比唔上我嫲嫲，唔通而家起你都會留喺呢一度啊？哦，請多多指教。又多咗個超人啊！まだ気づいてないかな。そう光の中きらり生まれた僕らの眼差しをつないで明日へ放つ物語 Try all line どこまでも行こう夕焼け染まる道の途中で指切りした約束までなくしてしまうま
係外星人嘅黑暗網絡惡人協會，佢哋係一群不惜破壞城市嘅危險人物。佢哋設置嘅怪獸炸彈已經開始倒數緊。出現喺我哋面前嘅係下一集《超人泰迦》群狼之挽歌。做好覺悟未啊？即刻擊敗你！大きくなれそうな気がする。目覚めの時。俺の名はオメガ。よう、最後まで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チャンネル登録ボタンを押すと冒険の案内が届くぜ。また遊びに来てくれよな。